差唔多啦喎，開始倒數啦，好唔好啊？我由200開始倒數，倒數完之後咧 ，Sammy 應該換完衫㗎啦 ，OK？ 準備好未？200、199、198。其實咧，今晚我能夠參與鄭秀文嘅呢一個點樣啫？唔係賑災咩？鄭秀文旱災嘛。你第時獎人都係有錢出錢，有力出力支持佢㗎嘛。有呢位受旱災困擾嘅Sammy姐係嘛？既然大家咁好心嘅話咧，咁希望大家繼續好心落去就係。唔好去廁所住，等我唱埋首歌先好唔好？送俾大家一首新歌，係專登為咗今晚嘅呢一個演唱會而寫嘅呢一首歌，歌名叫做《這一刻的心情》。換衫可終身美麗，換衫搞3幾分鐘就慣例。要我啲位嘉賓獻世，去廁所你才是虛偽，換衫可終身美麗，連累嘉賓等到我甩肺。你睇我既冇自信，既冇地位，換衫這叫無謂。正聲好漂亮，換衫都係事實最高貴。個衫都等你，等你一世。其實咧，Sammy 真係靚咗好多，因為同近時好唔同。我記得近時咧，有時做嘢咧撞到佢啦，喺後台見到佢啦，好驚見到佢，因為天后啊，好架勢嘅，好多人圍住佢，我哋見到佢哇，生人緊緊。咁但係自從咧 Sammy 咧，成個人開心晒，即係我哋見到佢開心，我哋唔開心。Sammy 係簽個新經理人，你唔知咩？簽個基督。國家冇做㗎啦已經。國家點同基督比啊？係咪先？國家可以去揾工嘅，佢話。好少混蛋嘅。Sammy 簽咗基督呢位經理人之後咧，成個人開心晒嚇。其實最近我都見到佢都喺佢嘅工作裏面表達咗出嚟，譬如見佢最近幫啲雜誌影相啦，即係體驗到咧就係一樣嘢，就係佢面對逆境嘅時候都樂觀。你哋有冇發覺啦？佢幫雜誌影親嗰啲相啦，嗰啲 pose 都係咁樣，即係肚痛都笑住影，成個人改變晒啊！不過若果要揀 Sammy 最靚嘅 pose 嘅話咧，我會揀佢近期出嘅呢一張信嘅唱片，即係出面賣100蚊嗰張啦嚇。嗱呢張唱片咧，佢用即係好潮嘅一個包裝去包裝一啲福音歌，咁啊聽講話咧多咗好多信徒，尤其是好多女士，因為好多女士咧買佢唱片嘅時候以為信者得救，主與我同在，也與我的纖腰同在。不過即係如果講 Sammy 嘅 pose 勁嘅話咧，其實就係長江後浪推前浪，我發覺佢嘅師妹嘅 pose 仲勁。你知道我講邊個 ？Janice， 佢竟然可以將對腳喺背脊反上去膊頭度，睇到佢自己嘅感覺。我打工仔見到佢個 pose 咧，好有同感啊，不似人形啊嘛。喂，大家留意下 Sammy， 即係佢演唱會嗰個，咪個唱片嗰個封面咧，佢條腰幾瘦啊！即係環顧啊，而家香港樂壇女歌手冇一個條腰好似佢咁瘦啊！除咗一個方大同啊 ，OK， 我話聽到人打 encore 啦，
係時候送俾大家今晚最後一首歌，為咗今晚呢個演唱會而特別嘅寫嘅一首歌，歌名叫做《福音美麗》，希望大家中意。大家都福音美麗，財政不福音發誓，我信福音感激獻禮，佢信主佢。